衷心咁感謝政制同埋內地事務局胡健民副局長喺百忙之中係抽空出席今日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30週年致慶嘅第一個活動——小學巡迴音樂劇私隱劇場 AI 至安全嘅演出。音樂劇就係以一啲生動有趣嘅方式向同學傳遞安全使用人工智能同埋社交媒體嘅重要信息。隨住人工智能嘅迅速發展，人工智能生成嘅作品嗰個嘅像真度咧係越嚟越高，令人難辨真偽。同時，人工智能所生成嘅資料亦都唔一定準確。唔少嘅人工智能採納一啲嘅虛構資訊，去生成嗰個資料可能係啲虛構。人工智能嘅應用當然係無可避免啦，但係亦都確實咧係帶嚟一啲方便同埋效益。同學一定要學會今時今日眼見並未必一定係真實，一定要時刻鍛鍊自己辨別真偽嘅判斷力同埋警覺性。你哋覺得我哋呢一張影到校服同埋校徽嘅相，到底可唔可以鋪上網呢？網絡欺凌嘅意思咧，即係網上面咧作出啲行為，令人覺得不愉快啦、唔舒服啦、不安嘅行為，就係網絡欺凌啦。P 圖啊 ，AI 合成相咁咯。走啊！唔好走啊！Smarty 變大咗。好高興得到教育局嘅支持，安排咗呢個音樂劇呢喺全港30間小學巡迴演出，幫助我哋年輕嘅一代從小建立一個正確嘅保護個人資料私隱嘅意識，培養大家成為數碼年代 AI 新世代嘅小領袖。